台语黑爸爸，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东队。哎呦哦，东家会歌牛，介优秀，东家会死女花，介到位，东家行出发吧！好，第二组的来宾，欢迎阮的土队。土队拼到底，土队绝对互你吊车尾。哎呦，莫，两家拢无吊车尾哦。好，来，咱就要酒擂台，请，来设你哦，都来，设你，来，慢慢走，打打点。来，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来介绍咱第一组的来宾，咱的队长。哦嘛是算我是细汉，伊细汉的时阵我看伊大汉的呢。烟豆甲秘鲁就对了。嘿，阮你那边烟豆的啦，介烟豆，阮这边哦水到我拢无想要讲啊，真正足啊，水的。你讲自细汉看拢是一直水起来安尼啊。对，王对，阮的王董。欢迎啊！大家当叫我王党的啦。今日做队长，今日嘛是有新作品来啊，嘛是带咱的队员来啊。是。先介绍咱的队员，咱哦，大来。啊，大家好，我是江美乐，大家当叫我讲袂落的，讲袂落。用唱的。好，来，搁说落去嘛是我的好朋友哦。来介绍一个。大家好，我是姚大伟，你会当叫我姚大伟。哦，有。大尾来啊！对啊。哎，大尾即马唔就搁是细只的哦，大尾了变细只哦。介绍你去。大家好，我是林赛阿姨，会当叫我赛琳阿姨。我的好朋友好姊妹。这四位啊是好姊妹哦。嘿，啊，今日咯要带新的作品来啊。阮即摆有开始拍新的节目，是老中青三个无共款的会手。啊，想要介绍台湾的水，台湾好食的，台湾好耍的，好食好耍。然后卖随随这惊就对啊。你看吧。所以咱的频道的名叫做行出发吧。出发吧！你网络顶面你就查到，嘿，看因无听到，恁会甲因相拄哦。好，就是安尼，来即马换恁这边俊男嘛。好，阮这边的俊男队啊，欢迎咱的队长，咱的立家。大家好，我叫立家，咱是 Saturday。嗯，大家好，我叫刘成明，会使叫我成明。是欢迎新明。欢迎新明嘿，来，搁说落去。大家好，我是永安。永安，你较避暑啦。嘿，较必须。英安呐，英安英安你好。大家好，我是刘凯杰，会使叫我凯杰。开给。阮的人的台语讲咖喱哩啦啦，哦因两个阮的加油。因是一个团体。因是一个团体。来，讲者，咱是什么团体？咱是一个节目出来叫《原子少年》。歌唱比赛。嘿，咱出道叫做 Saturday， 咱的团体叫 Saturday， 这是咱的手势。嘿，最近咱出一条新歌叫做《Let's Dance》，最后一舞，就是这条歌咧讲咱为查甫囡仔变成查甫人的过程。咱会用唱的、用跳的，互大家知影阮的实力。嘿，即马是咧倒位已经发表啊吗？伫网络顶管YouTube 上面顶管，还有咱的 IG 频道，还有咱大家的 IG 频道，安尼拢会使听到这条歌。是，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来，抱歉欢迎咱的林淑琪老师。大家好，我是淑琪。会晓讲台语，互你知天文，捌地理，知识丰富，无得比哦。无唔对，来，今日大家拢看到700万伫遮对。现出是100万，100万，真的。嘿啊！甲两队报告，咱初赛有初赛奖金，啊，若今仔日赢就要进入复赛，复赛阁有复赛奖金哦。复赛奖金要摕起来，阁赢就要进入咱的总决赛，尾啊总冠军摕咧摕到100万哦。加油哦！爱有信心，爱有信心哦。好，来，咱即马就紧的来去拼哦，出发啦！来，去咱第一回啦，开始。全家有智慧，讲台语100万。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
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西瓜我大饼。台语心事大调查，是要安怎调查？哦，心事大调查的意思，譬如讲咱即马上时间无人机，譬如讲自拍棒，爱这物件变做台语词的时阵，安怎讲？恁敢知？若是知影安怎讲？什么讲法是上侪人讲的咧？就是这个单元的目的。是而且等下阮两个讲的两个答案，拢是对的，拢是对的。只是阮要查讲，到底是。上侪人讲的，要互恁又多一遍安尼啦，是。好，分数哪算？这回合拢中3题，若拢摇到上侪摕到6000块。6000块哦。好，来，咱即摆来试看卖哦。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饮水机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哦，饮水机哦。我这边我要甲想者，叫做茶机啊。哦。你甲看，咱这茶机啊，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厝内底拢通装，不管你是泡茶啊、泡牛奶啊，还是讲要啉要滚水，拢会当。所以讲，简单讲，咱就是茶机啊。阿雄，我这边吼的讲法叫做添水机。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看卖嘛，咱水吼就是要啉的时阵，才去甲添一杯来啉就好啊。所以吼，应该就是上直接讲法就是添水机用添的啊。两边咱考虑一下哦，算一下哦。好，来，请选题。必须阿雄演一遍。呀，嘛袂歹呢。对。若唔知影真正风险啊，富贵就好啊哦。好，来，我先问阮这边，敢若你饲了唔对？不，就是敢若阮选这呢。恁选这哦，不要紧，恁选这绝对嘛是，其实两个拢是对的啊。拢是对啊。是讲咱人平常是定定会讲的。是。这感觉是较现代物件，所以人袂想济，直接甲伊讲出来，就直翻过直翻就对啊。叫离婚。那咱这边的是吉的。直接用翻的怪怪。哦。我有听过厝内底是大人讲茶仔机。好，那咱这边的咧？阮遮是因为我细汉时阵，阮厝内底讲啉水嘛，拢讲啉茶。系啊。我是感觉茶敢若较普遍对吧？所以我选这个。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添水机。因为这个添水机，咱杯仔客的直接袂当去安那添水来啉嘛，所以这个较侪人选出来结果有67.3%的人选，这茶机啊是32.7%的人选。哦，32差较无人安尼讲对，是。来第二题啊哦。好，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廉价航空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廉价航空哦，这接济哦，是足接的哦，迄叫俗价航空。哦，你说这边的答案是俗价航空，就是廉价。嘿，廉价就是咱俗嘛，就是安尼，就是俗价。伊个介绍较低，所以讲嘿，我的答案是俗价航空。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俗卖航空。俗价甲俗卖，差不多啊。因为有当时咱大卖场啊，物件摕出来足俗，伊叫做俗卖。因为你是照离婚，我讲的是咱日常咧讲的，讲俗价较济。这真歹选呢。咱拢是有人咧讲的讲法。咱好我想者，到底是美术的俗价航空，还是阿雄的俗卖航空呢？来，咱两队请选题。必须阿雄演一遍。拢是我这边呢。俗价对吧？懂诶。因为我虽然有听过俗俗仔卖，不过我感觉这民俗应该讲俗价。是。价小嘛。价小，对。卖就敢若卖出去的，通卖真侪物件。较低价啦，这数较低价。是。俗卖听起来无好。因为就是听起来讲话，我俗仔卖互你，就是就便宜的嘿，但是俗价就是刚刚这机票，俗我会使买哦，有价值，但俗卖我
你今日要卖我俗俗啊卖，互你卖无？我感觉我袂，会这种感觉。听起来像你讲的高级感，高级感的，高级感的感无觉。共款啊，是两边拢选我哦。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俗价航空。来，两边都有分数，来，同的分数甲加入去，恭喜得了2000，咱错的分数甲加入去，嘛有2000哦。来，咱听老师来解说。因为这个俗价航空内底直接就讲啥，讲着介绍啊嘛，吼，所以呢，咱算出来，哇，迄个差真济哦。俗价航空有70.9%的人选的哦，啊，这个俗价航空只29.1%的人选。哇，差一倍呢！来，要来哦！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吸尘器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哦，美秀这边是电吸啊，电啥那是电吸啊？嘿，吸尘器是不是爱插电？对。嘿，啊伊是不是你插回去了，你撸的时阵伊会吸？哦。嘿，啊咱简单的讲法就是电吸啊。啊，像我这边的讲法较简单啊，伊叫做电扫帚。扫帚伊无扫帚啊？因为以前吸尘器是不是拢爱一支长长？基本嘛是啊。嘿，啊，举咧一直撸啊，啊，你进前咧扫物件，是毋是嘛是一支扫帚，一支长长安尼一直甲扫过？哎，嘛是对咧。哦，电扫帚，伊的功能差不多。功能。嘿。是，只是讲是吸啊，啊，甲你的扫帚咧，这种功能啦。我用吸的较济。啊，我迄个型较像。扫的较济，对。好，来，是我的电吸啊，还是我的电扫帚咧？来，两边咱请选题。必须。阿雄，我听起来较顺。哎，我迄型较像啊。哎，风险相对就对啊啦。跳。无唔对，风险来。对，因为我感觉吸尘器上重要的是啥？就是爱吸嘛。而且万不离未来若是出一个扫帚，还是电动的，啊唔对，那两个名就共款啦，对无？讲了有影咧吼。嘿，啊那咱的新名。我的想法就是讲，扫帚其实是咱较会晓讲到的这字啊，啊电动的扫帚敢若较成吧，嘛是较有人咧讲的感觉，对吧？我是安那想的。答案伫咱老师呀，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电吸啊！哎呦，真正用吸的来。因为这个吸尘器伊插电嘛，甲用吸的，吼啊，所以迄个这个电吸啊，哇，62.5%的人选。啊，这个电扫帚，吼，虽然这扫帚较好讲啦，吼，啊，可能对少年呐，吼，迄个伊会讲扫帚，啊，毋过迄个吸，吼，吸较歹发音啦，吼，啊，迄个可能少年的伊可能选扫帚会较济，吼，这是37.5%，所以是咱的电吸啊，加足济。好，来，今来看两队的分数，看阮同的这边，哎，这把有4000，啊，土的这边呢有3000。哦，嘛真好哦。好，咱继续哦，来去咱的 Daily Way Up AI 时光机。AI 时光机，带你看过去。等者就要带恁去看过去啊。过去就是以前的相片，啊，即马 AI 足厉害对不？对。伊的相片，袂叮当对不？伊即马拢甲会叮当，变成影片啊。是啊，变一个影片，啊，来，互你看内面的内容，内容是有啥货的？哦，有当时啊，可能是古早的一种活动，譬如讲庙会啦，譬如讲咧种田呐，啊，有当时啊，可能是某一个地点，可能车头啊，总统府这种的吼，古迹，互恁看一下，嘿。好，来，上个先请提示。是，刷来影片要带恁来看一种花莲出名的点心哦。哦，出名的点心哦。好，来先看影片。哦，啥啥哦？肚仔顶一个白白哦。哇，这古早时代的灶卡。哦，温贵。遐真有名。
花莲的点心。对啊，这花莲真有名啦，是好。还没，还没，啊，等阿姊，等姐姐，请手搭烫。哦，拍摄，别，好来，我要出题啊！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请出题。是，今日要带恁去看的是咱花莲出名的点心，而且这种物件吼，伊买啊愈来愈创新了，唔但好食，口味佫足侪种的，而且做的过程吼，伊是用软的哦，要揉它这个点心，然后内底包物件，里面包馅，所以你要想看嘛，是什么点心？点心哦，什么点心？好来，手放好，哎，手放好，来，咱车手搭。我讲车手搭吧，啊，伊无听到，无听到，好，不要紧，你这济啦，这来。啊，哇，这讲到食，我一定是专门科的，这就是我最爱食麻糬。哦，麻糬。好，来，老师，麻糬对唔对？哇高！耶！来，你们大家交落去。恭喜你了3000咯！来，咱伫影片看到是这个花莲的手工麻糬吼，其中一个品牌吼，一定做人捌食过，叫做詹记麻糬，就是真记啦吼。第二代要拓展营业的时阵翕的吼，因为伊迄个拄则咱上个有解说讲哦，伊的口味啦真创新，迄个甲足侪种的吼，甲好食，所以即摆已经食做啥？花莲最有名的店嘛，所以若真侪人去花莲，拢会加减买一寡倒来做啥？做盘手向上啦。以上，安尼咱无着分数，不要紧哦。好，咱等下佫有后三个人。继续加油，加油哦！好，来，咱今日哦，换人。好，来，即马拍分数。加油！来，手讲好，听我讲，请手搭，咱才会当吹哦。是。好，来，上个咱请提示。刷来要带恁看的吼，是咱民国66年的活动哦，真久啊！哦，66年哦。好，来先看影片。都还袂生呢。你应该知啦吼。哎呦！一直动落有无？以前唔是咱拢有啊。系啊。我这要啥？可能咧谈物件啦。伊这应该是头壳两个人有无？顶一粒球啊用行的呢。有啊，甲球放在遮，两个同时安尼行。迄个处理的迄个我敢若有参加过哦。对哦，落尾这种游戏应该拢会传落来啦。对啊，而且有的是迄个一卡布地套的用跳的，对，大家拢知嘛。两人三卡。对。好，来要出题啊，手讲好好哦。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咱请出题。今仔日要带恁来这个活动佚佗啦，伊吼唔但有福建，甲迄个体育的精神，而且吼佫有一寡比赛。你敢知影？每年咧学校拢会举办的这种活动，号做什么活动咧？3个字。是什么活动哦？3个字哦。好，来，咱请手搭。王党的来。运动会。运动会，你捌参加过？有。我有参加，还佫有招小六。对。即马囡仔嘛是有。佫有啊，即马我做迄个体育发表会啊。最新名你嘛捌参加过？冇参加过。是啊，若是你会讲啥话？国语会讲，你是讲参加啥？你讲你会答，你会讲啥？我嘛是会讲运动会。这是真正千年拢袂变的啦。对，大家拢爱参加，无多。跳迄。大会操，健康操，对，健康操。若是运动会就好啊，咱就拢免上课啊，就欢喜。啊，不过是毋是运动会，咱来问老师。来，老师，运动会对唔对？好，恭喜咱王董啊！来，分数甲加落去。恭喜佮加3000咯！老师嘛叫你王董的呀。后来咱请老师来解说。这是民国66年，咱高雄有一个所在叫做南马坑，就是咱即马华语讲男子啊，直接翻的男子啦吼。遐有一间病院叫做英民病院。就是荣民医院。迄个因咧办啥物？办这个福建运动会。迄个因为迄个这个有
福建啊，甲体育精神的活动啊，所以迄个这就是咱讲的拄仔讲的运动会啦。我要特别讲有一个音吼，复健，伊迄个你看咱若讲健康、健全、健美，伊可以头前伊会变调变健啊，所以做侪人拢甲读做。囥后壁嘛，甲读做福建，唔对，伊的本调是一个中鼻音，啊读做福建，就是歌甲健迄个健。对，讲迄个音，啊囥头前它会健康、健全、健美，嘿，这个音特别真足济，嘿，好，谢谢老师。第一个音就足高级的，吼，因为咱拍伊，咱嘛唔知落呼噜个会福建啊，福建落啦，福建，福建，好，不要紧，咱即马3000对咱的1万哦。哎呦，你那加油，咱来加油哦，啊，佫有2题哦。好，来，咱今日换人。一定爱比这个我紧哦，好，这一定要让分哦你哦。这是咧比赛，知哦？比赛无分大小。好，来，我要看哦。上个，咱请提示。是，刷落来要看的是咱日本时代的感觉。啊，这我的啦。哦，日本时代感觉，不过未地步哦，未地步哦。来，咱先看遐边。注意哦，看伊迄色水哦。嘿啊，看要讲什么？答唔伫内面哦。哎，你看迄色水哦。哇，这日本时代的感觉哦。哎呦，你敢知绿岛这个岛以前搁互人号做什么岛呢？哦，手遮紧啊，我唔知。无，我甲你提示一下，规间厝烧了了，咱讲啊，迄边安怎？回小厝。啊，所以这个岛叫什么？咦，敢知影绿岛搁有人叫做什么岛咧？刷落来要看的是咱日本时代的感觉。啊，这我的啦。哦，日本时代感觉，不过未地步哦，未地步哦。来，咱先看遐边。哇，这古早，哦，规个拢活起来。真好。注意哦，看伊迄色水哦。嘿啊，看要讲什么？答唔伫内面哦。嘿，你看迄色水哦。哇，这日本时代的感觉哦，哎呦，哇，真水。注意哦，手爱平，去想者你拄仔看到啥？平。好来，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请出题。是，今嘛要带恁去的吼，就是咱头拄看到这个所在，伊是日本时代吼最有名的绿岛感觉。啊，你敢知绿岛这个岛以前搁互人号做什么岛呢？哦，绿岛什么岛哦？什么岛哦？好来，咱请手答。哦。手遮紧啊，我唔知。无，我甲你提示一下，好，即马若看到边仔有迄个乌烟，就是规间厝拢安尼烧了了，咱迄个都叫什么？哦，唔是，规间厝烧了了，咱讲啊，迄边安怎？回小厝。啊，所以这个岛叫什么？回小岛。哦，安尼你知呀？系啊，对唔对？真紧呢。我需要提示。是不是火烧岛？我来问老师哦。问老师。好，来老师，火烧岛对唔对？哇，这少年有强。恭喜你了3000咯！好，来火烧岛，咱即马叫做绿岛。啊，日本时代这台湾总督府伫遮有设一个啥？普龙甲收容所，吼，啊，专门咧收容啥？一寡这无母无狗啦，无头路的这流浪汉啦，啊，甲啥？甲迄个影响咱的治安迄佚佗人，吼，啊，到这个白色恐怖的时代，火烧岛是专门咧管啥政治犯的所在，吼，所以咱若伫防火的时阵哦，啊，你伫台东。啊，看位绿岛去，哇，规粒岛安尼红拍拍，啊，袂输咧倒火烧咧，所以后来哈，高雄，所以以前高雄叫啥？火烧岛。我另外讲迄个监狱迄个音啦，吼，拄仔咱上课讲感觉是对的，吼，啊，另外嘛会当讲加觉。一个拼音，啊，嘛会当无拼音的加觉，3种讲法都有。加
感觉，对，加落咧，同款啦，加落就是同款字啊，系同款。加落，嘿，来，咱就看者6000，甲咱的1万。好，安尼较水啊。最后一个咱就拼输赢，加油袂讲互人机会啊！吼，好来，咱今日活人。加油哦！加油哦！爱拼就恁两个哦。好，来，上回咱请提示。是，刷落来要看的是咱1933年改建的一个建筑。来，咱先看影片。哇！哦。真明哇，这显。看起来是一个足侪人会去的所在啊。哦。对。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咱请出题。他拄好带恁来看佚佗的，就是咱一个火车头，伊是咱台湾纵贯线铁路内底头一个用钢骨白铁机啊后门头起造的车头。你敢知影这个车头是什么车头呢？是什么车头？什么火车站？车头哦。好，来，咱请手答。好，来，阿姨。阿姨。啊。哎，阿姊，我发现伊号这名改好，唔管咱几岁，对啊，拢叫伊阿姨。我唔知啊。不要紧，提示一下。咱提一下。哦，伊算咧台湾的南部。南部。嘿，这个火车头，伊伫咧上大的边洋最大的平原顶管。嘉义，有看麦？有姐。还是台南？台南嘉义。台南好啊，台南好啊，伊是台南人。哦，但是嘉义。好啦，嘉义啦，嘉义哦，咱试看麦。嘿，试看麦。好，来，老师嘉义对唔对？嘉义就对啊。来，分数我加你。恭喜你了3000咯！咱伫影片看到是这个第2代啦，吼，系这个嘉义车头，伊是日本时代1933年改建的，是咱的纵贯线铁路里头一个用啥钢骨、钢筋、阿面头来起造的车头。啊，因为1930年代是啥？是嘉义市伊发展的黄金时期啦，吼。啊，因为遐有啥？阿里山的林场，啊，咱嘉南平原是种足侪甘蔗，所以迄阵遐个有啥生产糖，吼，所以迄阵的嘉义车头是啥？迄个糖业铁路、林业铁路、纵贯铁路3种铁路汇合的所在，吼，所以逐工都在那流一滚滚。是，所以咱答案是嘉义车头。好，谢谢老师。来，咱就要看分数。好，来，来看阮同的。今嘛13000。哦，啊套的咧。哦，毛6000哦。哦，不要紧，同齐来去咱的第3回合，2家来拼台。第3回合，2家来拼台。加油，加油！哦，问号，哇！好，一个问号被提示，问号内面是啥？哦，问号内底代表的是无同款的奖金，哦，少的1000、3000，多12000、15000拢有哦。哦，12000甲15000，好，来，咱被提示讲一下，好不好？来，车衫、红、火车、步道、马祖、裤裤、香菇、往来。好，咱这边通啊先选哦。来，你要选倒一个？15000在哪里？安尼我先哦。好，我想要选部落。哦，咱来看一下哦，部落的奖金有偌济？哦，7000哦，哇，7000踏去就是冲过去安尼。哦，来哦，一定爱讲对哦。来，咱请出题。请问司马库斯，吼是咱台湾上晚有电的原住民的部落，啊有真侪人吼介意去遐佚佗去遐耍。请问这个部落是伫咧倒一个县市呢？来，你有10秒的时间，倒一个县市来。这应该知影吧？来，先起。我感觉伫苗栗。确定吗？ OK。
哦，要叫呀！你今晚怎么用啊？那是先碟，新店哦，因为我是先碟人，哦，我有听过这个所在。哦，安尼我相信你哦，安尼我答案该新店。哦，好，因为这山内面的哦，新店。好，来，咱来看一下新店对唔对？来分数，恭喜你了7000咯！哇，白手啊，白手啊！哇，司马库斯伊就伫咱的新德县尖石乡，啊，这海拔真悬啊吼，1500公尺悬的山顶啊，是咱台湾啊啦上界叶贴啊上界调远的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将来1979年才开始有电。啊，1995年，伊才有较大条的桥路通到这个司马库斯哈，所以以前啦，迄个上晚有电，上慢有桥路通的原住民的部落，嘛因为安尼，所以伊才保留真水的这个自然景观。完了呀，红灯的，你想要选啥？哦，好来，那你选一个上贵的，1500的，你感觉多就是1500？抽啥？好，车衫，哦，车衫，车衫，对不？好，车衫。来，咱来看车衫的奖金有偌济？就是车衫奖。好，来，咱请出题。请问，这个车衫是赤高日，风俗内底建议大家迄天爱尽量莫洗头，也是讲困到饱才早起床，才起床呢。来，你有10秒的时间。车衫，嘿，是莫洗头，还是困到饱？嘿，3000块，应该是，这应该真简单，应该是困到饱吧？嘿，是真简单。困到饱。 3000看久啦，我就无。太久啦！你讲看久啦。啊，你嘛唔知？相信家己，相信家己。应该是困到饱，莫洗头，臭臭的。因为爱去行村哦。哎，对，对啊，去行村若无洗头歹势。有影咧吼。应该困到饱。困到饱。好，来，咱来看一下困到饱再起床对唔对？ 来分数，恭喜你了3000咯！恭喜哈！来，这个赤狗是咱民间传说内底啥？诶，水神还是瘟神啦哈。所以咱的风俗讲，这正月初3哦，这是啥？赤狗日啊，这天啊，较会甲人冤家啦，较会甲人相骂啦哈。所以咱建议讲，哎，这天规天啦，困到晚晚才开，啊，啥物代志要卖做。所以咱才有一句啥？这过年的这个俗语讲啥？初1早，啊，初2早，啊，初3啦，困到饱。所以答案是。 困到饱才起床。好来，换你哦。好，立即进来，来15000，多一个15000。算扣安尼啊，扣有钱啊，哎，我就选扣。好来，咱来看一下扣的奖金有偌济。哇！真正是哎呦，相信家己。啊，你袂使救人啊。不过咱一定爱讲对哦。加油哦！好来，咱请出题。 请问台票迄银角啊，拢总有迄落1块的、5块的、佮10块、20块，啊，佮有50块这几个单位。你敢知影？咱咧看到的20块的个银角啊，正面是什么人？哦，你有10秒时间，可能连20块都无看过。伊应该有一个电影哦。我嘛会使甲你提示一下，伊会使讲算2个电影。 哦，卖足济钱的电影。哎呦，电影哦！我知啊，台票的银角啊中，20块的银角啊正面是什么人呢？台票迄银角啊，拢总有迄落1块的、5块的、佮10块、20块，啊，佮有50块这几个单位。你敢知影？咱咧看到的20块的个银角啊，正面是什么人？哦，正面是什么人哦？你有10秒时间，你可能连20块都无看过。我嘛
我有捌看过一摆，真汉是。迄20块伊讲会用一个迄个抓啊，甲迄个。真汉有来手。来，时间到啊。来，伊应该是一个真伟大人物吧？一定是。是，而且伊应该有一个电影哦。哦，我唔知影是毋是？你甲我提示一下，救人哦。伊救人用过啊？救人无两用。我甲你救啊！我嘛会使甲你提示一下，伊有一个，伊会使讲算2个电影。哦，卖足济钱的电影。哎呦，电影哦。我知啊。啊，什么人？是。莫纳鲁道。哦。你哪只巧？为什么是？敢是？因为电影。嘿，啊，过来。哦。 2部。嘿。 2部。啊，迄部电影有分2集。灯下顶下甲嘿，彩虹桥甲太阳旗。哦。嘿。袂歹，有你注意到咱台湾的电影哦，真好真好。所以讲你的答案是莫纳鲁道。对唔对？这题很难，这题就困难呢。厉害！来分数，各位听众朋友。 好，来，因为安那，迄个20块汉尼块嘛，啊，咱要纪念啥？纪念咱的原住民的控制英雄，就是咱讲的莫纳鲁道，吼，啊，所以咱就是咱的这个新台票20块的这银角顶悬，的正面就是放伊的像，啊，佮有一个啥无赦的抗日纪念碑，啊，那另外一边是迄个兰屿啦，兰屿，吼，伊的独木船，独木舟，吼，的这个图。 是，嘿，所以咱这条的答案是莫纳鲁道。是，好来，咱继续哦，不要紧，咱够万二哦，够万的哦，啊，够9千的，嘿，够万二的。要算多少？算你想要算？嘿，香菇好啊，香菇，好来，咱来看一下香菇的奖金有偌济？哦哟，50万哦，好，来，厉害，咱请出题。 请问，什么所在是香菇的故乡？伊嘛是咱台湾香菇产量上最的所在，是中华的丰原，也是咱的台中新社嘞。这你唔捌去啊？出过表所那无走哈。恁哪去的落后？来，你有10秒时间。哎呦，来，这哪外景应该拢知影应该啦是。中华吧？还是？哎，等一下，蛋姐，中华。恁哪去啊？出外景啊？也真水。我讲。是。还是台中？应该是是要去的所在。无啦，人老啊，有老干啊，所以是中华。还是救人啊？哎，是。你看，安尼队员一直记在伊的队长，买，你拢买啦。好啊，中华好啊。你看你，无阮的表情拢安尼啦。系啦，阮2个面拢会救紧你的。阮2个即摆已经变机器啊，对唔对？阮2个拢安尼啊。对对。不要紧啦，台中好啊，看你家己。好，台中。好，来，咱来看一下，台中新社对唔对？来，阮首先。容易得了1万哦！以后我们这2买有一个救人哦。好，来咱台中新社这生产的香菇吼，伊的产量是咱全台湾的1半较低。哎呦！啊，若是咱台湾人食的这啥国产的这个大香菇啦，吼，这哦，有8成是这生产的，吼，所以新社有一个水苗是啥？香菇的故乡，所以咱的答案就是台中的新社。继续。好，来，红安怎？红是威力红哦，红啊，好来，我们咱来看一个哦，红哦，来红的奖金有偌济？5000，也袂歹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什么食物结的果子吼？迄个果是红色的，伫咧台湾有的，互人叫做偏红的红菱果的称呼。哦，来，你有10秒时间。偏红的红菱果，嘿，偏红。红苹果。嗯。哎，来，是哦。
你莫互题目骗去，伊虽然讲叫做伫台湾，但是你要看伊后壁讲的平湖。安尼我知啊。哦，什么？因为我前一站较去平湖耍。哦。仙人掌。哦。台语。仙人掌果吧，还是仙人掌？伊一定要有飞机啊。掌果。新人掌。新人掌果。我个古人呢。新人拍果。做森林掌。嗯。森林掌。哦。果。森林掌果。好。来来，我哋讲台语。森林掌果对唔对？咱拢会讲啊。伊其实伊的华语仙人掌是对啦，啊是迄个台语吼，音无啥正确吼。咱会当讲仙人掌，仙人掌拢会使，掌啊掌。亲像断掌啊。对，跟可以去阿遐啦吼。啊，当然嘛有别种讲法啦，伊嘛有讲啥物仙巴掌啦，啊是讲伊顶外有安尼。有迄球无？讲气球啦，嘛拢有人讲啦。是。所以啊，我来解说者吼，因为这个仙人掌伊是啥？偏有的特产啦吼。啊，伊加个果是咪红红吼？啊，有丰富的维他命，所以你会使安那甲破开直接生食，啊，伊买咱起来安那加果食，所以个红叫做偏湖的红苹果。啊，拄食咱的。新民吼，新民有讲着讲哇，伊去偏湖食迄个仙人掌冰。吼，啊，伊这啦，这种冰啊啦，水水红红，啊，食点酸甜酸甜，吼，互人个啦，心凉，鼻头开。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迄是呢特产啊，对啦，可笑，不要紧，换咱。红蛋的，来。我要选地名好。够万利的哦。地名好，地名妈祖。好，来，咱来看一下哦，妈祖的奖金有偌济？妈祖高阶袂歹哦。好，来，咱请出来。请问妈祖的蓝眼泪真水，啊，伊观光上赞的时间是逐年的4月甲6月，还是10月甲12月咧？哦，来60秒的时间。这来去佚佗就知啦。因为今嘛，打过嘛，今嘛是8月嘛，才打过。因为对方本来有要找阮乐团要去表演，哦，对，你有乐团呢吼，对，我一个乐团，敢若是4月到6月，4月到6月对唔对？来，分数，恭喜你的高清咯！哇，恭喜你啊！蓝眼泪，哈，咱台语讲。拿目屎啦吼，直接反是安尼啊吼。伊上适合观赏的时间就是咱拄则答案4月到6月。是安怎伫迄时间适合的？因为迄阵的海水伊的温度上适合这种美食的发光的这种海草啦，叫做夜光藻，吼，适合伊生长。对，所以你若去这个妈祖观光，可能较有可能会当看到做侪这种拿目屎。所以答案就是4月到6月。来，换你哦，剩2个秒。够万利啊！万利哦，你算一个啊！刚剩王来个回家，干嘛王来就困难的呢？回家，你回家，回家，好，来，咱来看一下回家奖金有偌济？5万利啦！哦，因为问题实在是好，来万利哦，来，咱请出题。请问对台北坐火车落南，你敢知为倒一站开始，伊就分做山线甲海线咧？来，60秒的时间。系啊。哇，即摆坐火车的人少啊！少啊！哇！想者哦。为台北是3哦。啊！加油！我袂用啊！加油呢！不过这边还袂用救人，你要问这边无？还是我会救人，给你用啦。这要救一个你要我救人无？哈？安尼，这个所在因为坚持靠海，好，挖海，跟挖山无共海，这应该是苗栗城镇。苗栗城镇的中。哦哟，哦对，袂歹哦。苗栗城镇中，你是电缆。
哦哟，确定吼？哪里呀？确定。哦哟，越南。哦哟，哦，咱来看一下了。好。对啦，对唔对？是。厉害！厉害呢！我新店人我都唔知呢。来，恭喜，加了哟！你拢戆呀？恭喜第二关哦！咱为第八坐火车来到南有无？你坐到这个苗栗的竹南，伊就一边分做啥？这个海线，一边是山线。啊，即马甲到底一直到这个中华遮，伊就甲汇合啊，甲变成一条这个铁路线。所以咱的答案就是竹南。哇！就好，谢谢老师，有厉害哦，就厉害。好，来换咱啊，王来哦，好来，王东升，王来，咱来看下王来奖金，就是1000，来，嘛是塔起嘛是水啊，来咱请出题。请问一般的往来所，伊的鸭吼，唔是往来做的哦，伊主要的原料是虾米咧？来，你有10秒的时间。我知。来，我们讲我想要画救人，我无用到。来，互因讲一下哈，来。当归，对吧？当归。当归哦。嗯，当归。哎，你不是对食的专门科的？无伊就食尔，伊唔知配料是啥。对。好，来当归，来咱来看当归对唔对？来，分数，恭喜第二1000咯！一般的往来所吼，伊的鸭是安怎？唔是干那往来尔吼，是因为以前咱那啥土往来有无？伊做迄种往来所，因为伊的迄个往来丝吼较粗啦，啊嘛较酸，啊食着较袂遐刷脆吼，所以啊甲本质嘛较粗吼，所以就想讲要甲改良。后来发现咱以前若猪啊有无？刮开了会种啥？当归，啊，这当归伊的价小较俗，啊，食着嘛较绵，所以咱迄个往来所内底才会掺这啥当归啊。哎，所以答案是当归。谢谢老师。谢谢。哦，来，进来看分数，看阮董。今嘛有35000，哦，36000，来，安那套咧？哦，今嘛有4万。好，今嘛进来1秒，1000金。1秒1000金，看图有俗语。等下哦，会互恁看图，没错，俗语拢伫内面。伊为啥会？你就一直看迄图就好啊。是，好来，咱即摆分数安怎算？哦，咱即摆有40秒，40秒，所以就是4万块，4万块的奖金嘛。不过40秒对因来讲哦，因爱想一下咧，佮甲加落去好。我感觉，佮加30秒变70秒好冇？啊，不过速度爱真紧哦，咱敢若3题尔。啊，伊讲哦，3题，第一题咱出题。哦，好，8字，8字，左耳进右耳出的那个。台语，安那讲，鱼康，哦，正鱼康康，唔是正鱼，鱼康，安怎啊？一鱼康安怎？正鱼，无正一鱼康安怎？拢总4万块的奖金，因会当摕偌济回去咧？真紧哦，咱敢若3题尔。啊，伊讲哦，3题，第一题咱出题。来，请看。哦，好，8字，左耳进右耳出的那个。台语，安那讲？有啊。这边听，甲这有关系？鱼啊，正鱼入，正鱼。是你较侪啦，正鱼康，哦，正鱼康，唔是正鱼康，安怎啊？一鱼康安怎？正鱼，无正一鱼康安怎？一鱼康入，嘿，一鱼康出。啊，正确。哇，无简单呢！哎呦，真正无简单啦！真鱼康入去，真鱼康出去。哎，好来，
咱今晚看秒数。哦，够31秒，袂歹，袂歹。哦，够310，310。今晚第2题了。加油哦！继续哦。大声讲出来不要紧，不要讲拢不要紧。讲华语哦，继续讲。上回咱请出题。来，再看。一克。哦。来，人咧食面，N 唔对。来。你看到迄个人手在创啊？就来。嘿啊！伊捅出来迄个起个啥？鸡。嘿。啊，迄是大还是细？大鸡。安呐？大鸡。大鸡讲。嘿。大鸡個靚險字。唔是興什麼？大雞個險題。正確。大雞個險題。哦，大雞個險題啊。係啊。係。你講袂清楚，佢一直講。大雞個險題。對，來。剩3秒啊！好，不要緊，咱来有迄個精神，咱嘛繼續冇定着恁1秒，咱就對啊。好，來，今麥第3題，咱請出題。來，請看啊！哦，最簡單咧。哦，差不多高舉無啦。哦，這個。厲害！來，咱看哦。不要緊，有迄個精神就好啊。讚！誒，咱獎金這是無價呢。對啊。不要緊，上網有100萬啦。無唔對，歡迎恁來服賽啊！好，即馬今日去頒獎。頒獎！來！恭喜進入服賽哦！是，恭喜！今日上海感謝到咱的郭老師。是，咱的是林淑琪老師辛苦咯。老師先生，抓緊有機會。到頂表了你。祝你大家攏歡喜，再會。感謝。謝謝。這個來記得，複賽一會啊，回去練一下。太可惜啦。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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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